这个就是黄鹂翠谷，又叫母树林，又叫做蒋山呢，又叫做尖光溪，有2个溪汇集在一起，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日本时代1935年的时候呢，它从世界热带雨林呢，就在这个山头的整个山边。美丽高平海水头的黄贴翠谷，是闽南重要的生态旅游景点。因为头版日本人在上海府区内种了当地的铁道树，因为上来当地的云文王爷的那片山峦，因为一样有名。特别2年的时间，还可以有当地的人潮来到一片。行道上一來到一片的見面，行卡住第一片擺攤的賣農鐵山片，當然他嘅見要求下，賣東西阿婆嘗試還會創一台山歌。無聽說係山歌嘅天數，本搭在細攤的面前，人人都係人。同那邊嘅一十萬個用神通嘅肢體，也係花語來響應下嘅注意。要看鸟，看昆虫，我们这里面昆虫最多的。除了都係長悠悠的蘇南黃貼翠谷以外，無論係南部的火房建築。請問右隊是哪裡？右隊是在美濃高樹山裡。也係全台無上上裝條道最大嘅三門樓，煙天古蹟東門樓。被日本人打掉以後，這個東西就丟在那個水溝蓋。東門樓順利裝條白果。祈求土地公不要讓我們開墾成功，最主要不要被那野獸或原住民咔啦。又也係插進來阿公開業傳統南山店。我要現在的阿伯公，他是民國前1年。一條都係闽南菜鐵嘅重要特色。透過菜鐵台南人嘅塵土技術，一般民族更加全面地了解闽南。由學教方嘅或者沙威團體來了解我哋闽南方面嘅來嘅事情，就大部分都會講解說言，你才能夠一等東西回家。普通的一般的是掛鄉團啊那東西，那就不會想得帶進來。唔過，我參加塵土旅遊團嘅民客比例差唔高，遊覽車來來去去是以闽南帶來嘅人客。但是很黑，請才看啊！一般的人那里來哦，幾乎對啊，他們沒有人帶，哪景點在哪裡，他們不清楚。來到之後點出幾個點，就剛才你揀的那幾個點，來看看吃冰，或者是我們買我們的紙傘，哦，看看我們怎麼板條，做次板條。都個傳統嘅咪遊覽車嗰度遊客都上茶西摩，下茶都餓鳥，上邊數。哦，不遊覽車司機帶下那鐵樹嘅個呢。叫你釣嘅嗬，哦，去買東西，哦，嗰唔等啊，遊覽車司機都會拿那風包，拿些用品啦。佢多數嗰種唔係講話你啊，佢好嘅那旅遊品質啦。就像台灣其他嘅觀光景點，啲考量旅行品質前，傳染民俗熱調，做出2000年的出現啲闽南朋友，越嚟越多居民開始轉型做休閒觀光業。有很整齊的啦，係哈。你按這位，會給你歸位安尼。有的哈，像有小朋友的，可能就比較亂一點。昌地屋喺2年前就決定轉到故鄉做民宿，古樸嘅建築係家己嘅特色，尤其係搭建建房門後嘅門簾。建起門簾同古銅錢實到碰喺度古天，又好看又好用。也是喺迎合特別來到天朝活動好奇天朝文物呢。台灣人都相親啦哈，什麼個避暑啦，就在啲地方，看落去看那個清楚咩一種門臉，落去看地方就有點模糊，唔係個清楚安尼啦。嗰度其實條款寫嚟啦嚇。係對，佢都用意啦。唔過民俗開門主要有迎合，做得同迎合有啲闽南。這種技法係啲啊，也是也係民俗調夾調納通嘅味素。本地店你講啊，一個人客來都喺面咯嚇，佢陌生，眼唔掂啊，行嘅咧是撩嗰好撩，嗰個有人嚟好看，所以佢見咩都有個人
那个政工所啊，跟政府啊这方面加强一方面的宣导引导指南部他家是不要研究来，好像家人讲啊，那些所在个好了个行，嗰種行嘅路線嚟啦。而家參照香港人的面容，如果看你都看地嘅貨房、東門樓、土地八公、建制亭，還有我們的田園風光，裡面我們的農產品裡面也有什麼東西？最重要野蓮，還有福菜，還有這個一切的東西這樣子的。大部分來講，而我們冬天的時候。過年的時間有破市期，那也是我們的賣點。就算美濃有按到特殊嘅景點賣點，不過人他實無清楚做取得相關嘅資訊，也係遇到危險都以為只驗證下問題。美濃啊，嗰度旅遊嘅配套措施，嗰度嘅網絡方啦，也旅遊嘅輸出方啦，嗰度做啊係冇幾完整，也講有幾好嘅定點，有嗰個大量嘅嗰完整嘅嗰種解說導覽嘅輸出。本人是私有的企業，都係方面係做到冇嘅。攞美濃嘅鬧熱來比，同樣係綠隊為啲平白嘅合作，將昨天慢慢一條微縮，休閒觀光產業開始係減慢。按當年代，屏東縣政府一建設昨天火車頭內埔路嘅一條微縮，開始盼遇到短期嘅發通。希望上引他嘅注意。長期來屏北屏東嘅屏北，還唔係所謂嘅擴大嘅觀光旅遊嘅景點屏北有一部分確實係係一種嘅知性嘅深度嘅一種自由行嘅厲害。特別喺國道3號長賜到聯絡台，為了降低全面騎自行車嘅風險呢，屏東縣政府喺高速公路嘅橋下邊呢設立一個自行車道，最期望同迎合單一屏東嘅狀態，希望來認識綠隊。慢快的自行車旅行係屏東縣客家事務處推廣綠隊自信自理嘅主要方向。不過，國道3號路線但是係中檳榔一條沿呢，離重要嘅狀態都有一段路。按人家講嘅自行車步道，前後啊問題真的沒有到6堆呢。唔講嘅亦都對嘅乜嘅長治乜嘅科技文化園、乜嘅農業觀光帶嘅橋帶下嘅企業國嘛，那也都係人心衝人，完全就沒有啊。我用我看，那可能是講對我哋。綠隊體制乜嘅帶動嘅作用咯。我必須要承認講也唔係太範圍嘅，也係一步一步來做。迄假是冇做冇從事嚟去做我哋也冇可能講有任何嘅成績出來。除了自行車道網路係咪建立完整以外，也係屏北客莊體系差唔多簽到一間民宿，一般上嘅參與客莊嘅人客唔相依。長期地方萬唔夠水，催產狀態保水，然後農村旅行嘅劉文雄，仲因為一老貨房嘅特色，係加速又當人嘅命嘅又當太關係。真是民雄嘅客莊還冇嘛又退啦，美濃都最多，貨房地不一間貨嘅全部都係國人嘅呀，整條多幾人，幾多年來共同來經營嗬。實際也有18困難啊！大家來交通共同來做。也呈現出一個問題，合作咁準備好嚴接人下嘅係。地方嘅人準備好冇？個地方嘅思維準備好冇？迄假是冇準備好，人還是唔會來，老百姓還是唔會來到人家嚟看。講到樣啊，咁多客家人嘅交通本來都可能個有耐心一些啊。啊，呢條路嘅當然政府啊，體育嘅譬如長期數目係唔掂，譬如講100萬平下嘅啊，都好好嚟做一啲呢條路嘅一啲製造計劃樣嘅，樣做。我看交通嘅部分，後來再繼續努力嘅人有冇做到？就算經營發展觀光，掌權10年嘅美濃，對於休閒觀光所產生嘅問題，一旦是依然有共識。
像喺當年公園花海季節時，大量嘅人潮伴交通太塞車，也係特別2年嘅時節，半條街面前嘅人客淨係停車一條，都伴地方上出現其他型停車場，甚至拆路屋、拓寬大路嘅想法。有出在都會看到個情形啦，我嘛講個將心比心啦，人客來到面啦咧，世界咧半條按辛苦吼，可以痛苦嘅事情啦。所以講到建議我哋地方政府吼，能夠統籌規劃嗰啲大型嘅停車場。為了呢銷售，每年呢銷售嘅期間，有大量嘅遊客嚟開路，嚟拓路拓寬，也做停車場。作為一年又唔會到擺，實在佢也冇個最正確嘅方式啦。拓寬公路啊，有啲人啊也非常嘅樂意嚟拓寬，有啲補償問題，有啲人啊唔樂意，嗰個即補助方面啊，也有啲個上前呢，面到查抗嘅嘢嘅，要安全嘛，保利嗰邊扣費嘛，後來也一個考量。一有人爭議，喺個路屋因為觀光嘅事業拓寬大路過後嚟拆鐵。面農要行話係面農係，嗱，你面農冇乜嘅建設，都老東西，所以你去拆下hết，家下都快停，一樣嘅嚟私營去行。一條問題，前面係要轉到民眾嘅共識，民眾要慢看到規則總條嘅法則嚟加測。部分呢產業該賺很多嘅呢觀光市場嘅時間啦，你時間唔可能要幾十年，我相信。都講政府嘅配套也好，個民間嘅公司也好，民間嘅水準也好，甚至於本身遊客嘅水準，遊客嘅本身嘅品質，你相對全部應該時間啦。唔睇見嘅時間，就大量嘅下同嘅觀光發展起來，嘅可能上難度相當高，啲品質有冇可能。無論係小型觀光產業，看起來發展已成功嘅面農。也係局地後半，一上嘅發展觀光嘅綠隊其他位數，對台灣嘅一則縮影。當全國拼命嘅追求觀光人潮嘅時節，係咪應該停下來想看啊？咁正經準備好嘅。小时候都在乡下长大了，而且我们创作者的创作题材就不外乎说大自然的生态、取材以及人生经验。所以我在创作里面有5个系列，就是螃蟹、螳螂、蚂蚁跟田园，就是大自然里面的创作题材。如果你用笔做的，就是人工的，比较会不一样的感觉。那生活经验上呢，就是说把那农户的那个辛苦耕耘、欢喜丰收的情境，透过皮革把它表现出来。我有一个特殊的效果，就是将生皮磨成粉。我们知道生皮就是皮影系的皮，就透明的皮，所以我会坐在蜻蜓的翅膀或螳螂的翅膀上面，有那个透明感。然后比如说西瓜的果肉，还有cheese蛋糕的那种沙沙脆脆的感觉的效果。创作是一种满足跟挫折相互交替的过程啦。我想常常觉得说要有耐久、毅力、长久的奋斗及一股无怨无悔的洒劲。相信有这样的洒劲的话，做起来都不觉得辛苦，也不觉得累，而且反而是一种享受。